东方高光，万贯希望礼敬如来及法王子，诸菩萨等地佛如来也以我这东方高光，将礼敬方来观决定。并观会中诸大菩萨及阿罗汉临木低调皆恩发音，高光上乐如宝石芒，是诸大众皆未成有，一切菩萨金光三昧，即是天无德宝莲华，清风下白，甘舍分流是望虚空成七宝色。娑婆界大地山河，无时不现威健是望美定国土，合成一界。分贝应卦，自然护照，以是如来各文殊师利法王子。历经观处25学，无学诸在菩萨及阿罗汉，各说最初成道方便。该人修习真实圆通，必定前后差别我今欲令阿难开悟25行水中基金，今我别后初该众生入菩萨行，救无上道，何方便门即以成就，文殊师利法王子，弘佛。自己即将做起整理佛教成佛为神，出黑对佛，各海成平原，完成各圆妙圆明照成所立照圣门，美望有虚空，虚空入世界，上天成国度，地降咱众生。空性大觉中，如海一凹发，有漏未定国，皆以空所成。后灭空不无，光复诸三有，归元成无异，方便有作文，正正无不通，顺逆皆方便。初心入三昧，地属不动轮，色相即成定，成了不能切。如何不明确？于是辟圆通，我今白世尊，佛出娑婆界，初方天教体，清净大音门，欲处三摩提，是你门中入，离苦得解脱，良哉观世音！以恒河沙劫中入未定佛国，得大自在力，无畏是众生，妙音观世音，梵音派调音，救世释安宁，出世辟上珠。中文是佛佛，何不是文文？文非自然性，音声有名义，宣文以声出，灵出约束为应，一音既还原，六音成解脱。见文如幻义，三界欲空花。文学以经书，定效各完整，正极空通达。直照含虚空，出来观世间，犹如梦中事。梵文文自性，性性无上道。万方实如是，处是未定佛。一路入梵文，过去诸如来，此文已成就现代诸菩萨。今国入圆明，未来修学人，当依如是法。我也将中性归为观世音，正如佛世尊，赐我诸方便，以求诸佛效，救出世间人，成就一份心，观世音为最。至于诸方便，皆是佛为神，即是下定乐，非是中修学。天心共佛，并列如来中，无漏不思议，万家毗未来，以此门如行。方便以成
成就，堪以到阿兰及莫接金轮，但以处经受，元通朝义者，真实心如是，伊是阿兰及主代表。真心了然，历代开始，观佛菩提及在涅槃。有如有人因事冤缘，未得归还，明了自家所归道路，可悔在众。己所烦忧，杂行何沙？该的本心，完全理解，直发干净。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所有成佛功德法，悉以回向诸群生，愿令一切皆清净，得佛庄严之譬然。嗡阿吽，嗡维那吽切，嗡嘛呢叭咪吽，吉祥圆满，一切恭敬。